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下卷第9章。大卫问讲：扫罗的家还有甚物人留地？我要因为约拿单的缘故好款待伊。扫罗的家有一个仆人叫做西巴，人叫伊去大卫遐，王就问伊：你是西巴是无？伊应讲：你的仆人就是。王讲：扫罗的家还有剩几个人？我通将上帝恩赐互伊。西巴对王讲：约拿单还有一个囝，伊的双骹拢歹。王问伊伫倒位？西巴应王讲：伊伫罗底巴住伫阿米利的囝马吉因兜。大卫王就派人去马吉因兜，甲带来。扫罗的孙约拿单的囝米非波设来见大卫，拍落去拜伊。大卫讲：米非波设，伊应讲：你的仆人伫遮。大卫讲：毋免惊，我一定要因为你的老爸约拿单的缘故好款待你，将你阿公扫罗的残垣拢还你，嘛要互你常常甲我做伙食。米非波设搁拍底拜伊，讲：你的仆人算啥物？我不过亲像一只死狗，你竟然安尼照顾我。王叫扫罗的仆人西巴来，甲伊讲：我已经将扫罗甲伊家族所有的财产，拢互你的主人的孙。你甲你的囝、你的仆人，着甲伊种作，带残垣所出产的，互你的主人的孙有物通食。你主人的孙米非波设会常常甲我做伙食。西巴有15个囝，20个仆人。西巴对王讲：我的主，我的王吩咐的，你的仆人拢会照安尼做。所以米非波设就甲王做伙食，亲像王的囝共款。米非波设有一个细汉囝叫做米迦。西巴因兜所有的人拢做米非波设的仆人。米非波设两骹拢歹，住伫耶路撒冷，常常甲王做伙食。